每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9，彼得前书3章9节内讲：无用歹报歹，也是用武力对付武力，颠倒着用祝福回报，因为恁是为着这个受呼召，互恁通承受福气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无用歹报歹，就用祝福回报人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公义甲慈爱的上帝，你的性情完全，你的道路远过人的道路，你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。主啊！你满有怜悯甲恩典，令世间人施行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愿要向你献上上大的敬拜甲尊重，愿称颂你、学罗你、感谢你至圣的名。主啊，当阮面对伤害、误解、甲恶意的时，阮的心常常会生出报复的念头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的软弱，更新阮的心思意念，求你将你的疼充满伫阮，互阮通无用歹报歹，也是用武力对付武力，互阮用祝福回报。因为阮是为着这个受呼召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